首期18萬，月供600零蚊，你就可以立低一件喺珠海華發商都樓上上蓋嘅物業。冇錯，呢套咧就係華發琴澳新城嘅海悅啊！大家睇下樓下咧就係華發商都嘅二期啊！咁啊呢套單位嘅咧係一套51平方，大約550尺左右嘅一個一房一廳單位啦。從入門開始同大家介紹啊！咁入門嘅左手邊呢度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位置。咁啊呢啲見到嘅都係交標嚟啦，包括呢套單位咧亦都係交樓標準。客廳咧3米左右嘅開間啊，咁啊佢嘅朝向咧亦都係非常正嘅，望翻嘅咧就係華發商都嘅一個景觀啦。咁啊睇翻我哋天花吊頂啦，包括中央空調啊呢啲咧都係已經做好晒俾到大家啦。咁衞生間大家睇翻咧係乾濕分離嘅，啊唔使爭位。咁啊睇到洗手盤嘅位置同埋廁所啊，以及我哋嘅淋浴空間都係分開嘅。咁啊房間咧係3米左右嘅開間，你擺張6尺床咧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呢度單位咧講緊就係幾百蚊嘅月供就去立低嘅喎，而且佢係純住宅，並不是商業嚟嘅。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咧，主頁有我嘅 WhatsApp 號同埋我 WeChat 號 ，call Kevin 帶你睇靚樓。